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Lotus Neo Channel，我係 Ethan。今日要介紹嘅 Web3 遊戲各有特色，有城市建造，有 MMORPG， 有競技戰鬥、AI 創新同龍獸馴養，絕對值得你試玩，即刻去片啦！首先嚟睇下 Townies， 呢個遊戲係一個完全 on-chain 嘅城市建造策略遊戲，建基於 Base 區塊鏈 ，Gas fee 低，速度快，喺瀏覽器度就可以玩，超方便。故事背景簡單，喺格仔式城市中建立帝國。特點包括升級建築物如教堂同城堡，優化生產流程，感覺好似玩緊一個區塊鏈版嘅 SimCity。想像一下，你喺一個浮空群島上面開始，起初只有有限嘅地塊，同埋被動產生木材資源。你嘅目標係建立生產線，將資源逐步升級，例如用房屋將木材轉化成石頭，再用斷路將石頭變成鐵，層層遞進。遊戲強調效率佈局，因為空間有限，你要解鎖相鄰地塊嚟擴張。仲有建築物會隨時間損壞，需要維修，否則生產就會停滯。呢個機制令遊戲更有挑戰性同持續性。如果你想邊玩邊賺，呢個絕對係入門之選，建議大家去官網試下。第二款 Forgotten Universe， 呢個係一個龐大嘅免費玩像素藝術 MMORPG。靈感嚟自 Forgotten Runes Wizards Cult NFT 系列，遊戲世界廣闊，玩家可以探索、戰鬥、製作物品，感覺好似舊式 RPG， 但加咗現代元素。你可以同成千上萬玩家一齊冒險，建造經濟系統，喺幻想世界中尋寶同升級。故事設定喺一個魔法滿滿嘅 Runes 宇宙，玩家係巫師或者冒險者，追尋遺忘嘅符文同秘密。特點包括玩家驅動經濟，創作者、農夫同建造者一齊貢獻，維持可持續發展。你可以耕種資源、製作裝備，甚至參與工會戰。Web3 整合係亮點，每件物品都係 NFT， 每個資源都係代幣，讓玩家真正擁有同交易資產。唔需要錢包就可以玩，但想深入就用區塊鏈功能賺錢。藝術風格係經典像素藝術，懷舊但精緻，地圖同角色均色彩豐富。Forgotten Runes 早前有 Early Access， 2025年全球開放，喺 PC 就可以玩。獨特之處係基於 NFT IP， 讓收藏家直接將持有物帶入遊戲。仲有玩家經濟系統，可以創作內容賺錢。遊戲喺2025年有大更新，包括工會系統同更多事件。如果你鍾意開放世界 MMO Forgotten Universe， 絕對會上癮。記住加入 Whitelist 等面機會啦。第三款 Favourborn， 呢個遊戲係一個頂視角等距競技戰鬥遊戲，結合 Roguelike 同 RPG 元素。玩家選擇戰士、法師或者糅合3個職業，喺程序生成嘅關卡中戰鬥。每個關卡有幾個房間，充滿獨特嘅挑戰。你要學習防禦同攻擊策略，對付唔同敵人。故事發生喺幻想島嶼 Mavia 上，玩家建造王國同指揮軍隊。遊戲分兩種模式 ：PVE Campaign Race 進程序生成關卡 ，PVP Race 每個玩家設計自己王國，佈置房間、防禦單位，遵守資源預算。你可以測試佈局、升級單位，強大王國係關鍵，因為敵人深入你王國越遠，就偷走越多資源，反之亦然。PVP 中完成房間填資源計，玩家可以中途提取或繼續冒險，視 HP 決定退卻。獎勵包括排行榜同 Fortune Passes。透過任務解鎖寶箱，特點係可自定王國防禦、資源偷竊機制，加劇競爭。獨特之處係 PVP 進度決定資源損失，混合程序關卡同職業系統，讓遊戲重玩性高。Web3 整合喺 Ronin 網絡上邊，資源同 Ruby 代幣可以 Play-to-Earn-Min 傳奇 NFT。平台包括 iOS 同 Android， 行動端友好，遊戲適合競技迷。2025年有更多更新，想試下載 App 就得啦。第四款 AI View， 呢個係一個結合 AI 同 Web3 嘅經濟遊戲，主題創新，感覺好似 AI 村莊模擬器。遊戲強調互動玩法同解謎機制，你要管理 AI 角色，建造村莊，解決動態事件。單人模式齊備，適合新手練習。故事設定喺一個 AI 驅動嘅去中心化世界，玩家探索人工智慧同區塊鏈融合嘅宇宙。AI 角色會根據你決定進化。
特點包括動態遊戲世界、AI 生成挑戰、事件同經濟變化，讓每次遊戲體驗都唔同。仲有互動謎題，結合經濟管理，如資源分配同交易。Web3 整合強大 AI 角色同資產係 NFT， 可以 Play to Earn 賺取代幣。藝術風格光滑精美，圖像優質。獨特之處係 AI 合併去中心化遊戲，世界會進化，玩家可以影響 AI 行為。仲有 Puzzle 元素加經濟策略。2025年有新賽季，帶嚟如多人合作等更多興奮。如果你想體驗 AI 革命 ，AI View 係首選。最後一款 Eldrum， 呢個係一個即將推出嘅 Play to Earn 加密遊戲，建基於 C 區塊鏈，結合經典 RPG 同區塊鏈魔法。玩家馴養、訓練同戰鬥龍獸，從可愛小羊開始，逐步到老虎同噴火龍。生物會根據訓練成長，你可以製作天空船，領導軍隊，成為天空霸主。故事喺雲端浮空水晶島嶼嘅魔法世界，冒險圍繞馴獸同天空統治。特點包括生物進化系統、帝國建造同 PVP 戰鬥。Web3 整合，生物擁有喺區塊鏈上，透過馴養賺真實獎勵。未來有 NFT 蛋面白名單早鳥機會，藝術風格美麗細緻。影片 trailer 有動態天空飛行同音樂配襯。平台係 SAI 網絡早開發階段，但係適合 PC 同行動。獨特之處係從小動物到龍嘅馴養路徑，秘密面同白名單，強調玩家擁有同成長。總結嚟講，呢5款 Web3 遊戲各自各精彩，係2025年熱門之選。唔單止好玩，仲有經濟價值。但記住，投資有風險，玩得開心最重要。如果你有興趣就留言話我知啦。多謝收睇，記住訂閱、like 同開鐘仔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